声音，我迎接到神，心里感到真欢喜。是神真挚的爱，是神的话语，将我的心彻底征服。神话语太宝贵，句句是真理，紧紧抓住我的心。我看见了神的可爱，常常思念神的爱。享受神话，我看见神就是真理，美丽容颜让人怜。话语揭示审判，修理对付赞，亲切话语牵人心。我提倡到神的爱，神的爱，生命兴起有变化，神爱已占有我的心，我不能没有神。看见神可爱，神的性情，圣洁公义，话语的审判，话语的试炼，我得着了真理生命，败坏的心情得着洁净，更感觉神的可亲可爱，尽心尽意的来爱神，人生百步无怨言。审判刑罚，拯救了人类。神的爱太大，太实在，试炼熬炼再多，有神话引领，患难再大不畏惧，对神充满信心，充满信心。